同學仔，相信大家都有聽開 K-pop 啦，但係你有冇諗過 K-pop 可以幫到你學到中文，甚至可以幫你了解到一啲名人？要講到最新嘅洗腦歌，應該就係 ABBA。但係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翻 G-Dragon 嘅回歸，因為個回響都非常之大。喺經歷過7年嘅高低起伏 ，G-Dragon 終於回到佢嘅樂壇，大家熟悉嘅隊長又翻咗嚟。佢嘅回歸帶嚟咗2首歌，一首係 Home Sweet Home， 另外一首係 Power。呢2首歌除咗講佢翻嚟樂壇嘅心聲之外，更重要嘅係佢以歌明志，講明咗佢會點樣去面對世間嘅回響。其實呢個做法好多時好多文人或者好多藝人都會咁樣做。我哋可以睇翻書經入邊嘅信典講到，詩言志，歌永言。其實12字篇章入邊好多嘅作者都用到佢哋嘅作品去表明佢哋嘅心跡，甚至對當時社會嘅民間疾苦嘅一啲心路歷程，佢哋都會有啲批判同埋有表達咗自己嘅想法。例如杜甫嘅燈樓啦，或者辛棄疾嘅青玉案，我哋都可以知道對當時社會時弊嘅一啲睇法。呢啲嘅重點，大家當然可以喺作文嘅時候用翻出嚟啦。答字典篇章嘅時候，亦都唔好遺留。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有好多機會學習去思考中文，好多例子其實都係根據我觀察而嚟。我哋下段 reels 再見啦，我哋繼續學好中文，加油！